中华民运合唱团哦，唱那个中华民国国颂，中华民国颂，中华民国颂，中华民国颂哦。你看道哥也有调记那个中华民国颂的呢，去找点按媒体库，点按右上方影片缩图、影片图标志啊，然后按你的频道，然后点按社群，点按社群哦，你看这里啊，道哥调记的歌曲啊，哦，50几首，然后就去找，那怎么快速找到呢？能不能一点按就出现那个资料呢？有这个歌曲名称前面都加井字号，在自己频道社群发布贴文，然后点按超链接。哦，哇，你看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影片资料库目录，那如何加入自己的播放清单呢？要是点按的话，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按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然后等它出来勾选。哦，道哥调记的歌曲，就按完成，然后再去找。你看有没有按媒体库播放清单？有没有第一项道哥调记的歌曲整合？哦，加进去的，越慢加的越在下面，有没有？刚刚加的。然后怎么调整顺序呢？你要怎么把它移动到上面去？你看这个缩图左边有等于符号，有没有？像做数学题目等于符号那个，然后或者按那个缩图，长按哦，长按，然后向上移动，长按，然后向上移动，做那个向上移动的动作，它就移到上面去了，有没有？哦，你看，这样就可以排列顺序了。哟，情难忘呀，就这样排列顺序了。那第二步是哪一个？也可以移除哦。那你看这个，要把它移除掉，从观看记录中移除，有没有？也可以从移除掉。